歡迎大家收睇12生肖開運指南啊！新嘅一年咧，係時候打開你嘅八字，睇清楚運勢點行。好多人問我，點解同一個行業有人上位特別快？點解感情路上總係遇上唔啱嘅人？其實一切嘅答案就係寫喺你嘅八字入邊。我係震雄師傅，通靈之王2嘅季軍，鑽研八字命理超過20年，唔講玄學，而係講實戰嘅經驗。幫你解讀人生嘅劇本，邊段時間而搏殺，邊一段時間要守穩，點樣把握嘅姻緣、健康同埋財運嘅走勢，我都會喺課堂裏邊一一拆解。八字唔係宿命論，而係你嘅人生嘅說明書。我嘅八字課程命理通解真傳，會由最基礎教到去實戰，等你唔使再靠估，自己都可以掌握運程嘅節奏。你放心，我教過無數嘅新手。最擅長將最複雜嘅內容化做簡單嘅步驟，只要你肯學，我就會教到你識。新嘅一年，與其迷茫，不如主動睇清方向。如果你想徹底解讀自己嘅命盤，歡迎 WhatsApp 我嘅助手查詢課程嘅詳情。WhatsApp 係59467440。未羊嘅朋友，明年係丙午年，係你哋嘅五味嘅六合啊，等於太歲同你握手做好朋友，全年貴陽運真係頂呱呱。八字學理上邊，丙火生未土，形成印星互生嘅良好格局。印星就好似天降貴人，處處扶持你，係一個機會處處值得把握嘅好流年。尤其要把握農曆2月卯月，卯未係半合。同埋6月未月力量係最增強嘅，仲有呢個10月亥月亥未又係半合，呢幾個月運勢係最旺最強嘅，好適合去開展嘅新計劃、簽署合約嗰方面，甚至乎係擴展人脈嗰方面咧，都係好時機。不過要小心農曆5月，農曆5月就係5月呢個時間，火勢過旺，會容易心浮氣躁，説話要格外留心啦。同埋農曆12月係丑月，丑未相沖，容易有啲瑣碎事情啊、是非啊或者計劃咧突然生變，重大決策咧都係謹慎啲好。基於丙火生旺未土屬陽嘅你，火土通氣嘅特點，我同你設計咗以下呢個開運嘅方法，幫咗你順勢而為，聚氣增運。首先係衣啦，多啲着紅色、紫色呢啲五行屬火嘅衣物。同埋黃色同埋棕色呢啲五行屬土嘅衣服，尤其是重要嘅場合同埋會議開會嘅時間，多以火土相生嘅氣，增強個人嘅緣分同埋自信心。到食啦，多食南瓜、紅薯、栗子呢啲屬土嘅食物，咁可以健脾啊、開胃。仲有建議你下晝3點至5點呢個申時飲杯紅棗茶，可以補火土之氣，提升精力。到住啦，喺家居同埋辦公室嘅正東位擺啲紅色嘅陶瓷裝飾物品，同埋一盞嘅燈仔，係嘛，形成呢個木火相生之格局，能夠穩定氣場，吸引多啲貴人力。最後啦，到行啦，主動參加多啲行業嘅交流、朋友嘅聚會，多啲聽取長輩嘅意見，貴人往往就係咁嚟噶啦。最後祝屬羊嘅朋友馬年萬事勝意，家庭幸福。午馬嘅朋友，明年係丙午年，就係你哋嘅值太歲兼呢個五字形。五字形等於自己坐喺個火爐上邊，係嘛，情緒同埋運勢咧都會比較反覆啲啦。八字學理上邊咧，形成呢個比肩爭鋒，即係有人同你爭啦。同埋呢個火旺克金啊，呢種格局裏邊咧，比肩多主競爭力大，而有小人是非。火旺克金咧，即是代表話你啲錢同埋個肺部會容易受傷啊，所以全年要謹記。以守為進，以柔制剛呢8個字啊！全年運勢起伏好明顯，尤其是要警惕。記住，農曆5月有3個5出現啊，即係你自己啦，呢個馬年啦，同埋呢個年啦，同埋呢個5月，3個5呢個力量咧係最強。仲有11月，11月就係子午相沖嚇，呢2個月咧容易有決策失誤、人際失和，同埋呢個健康亮起紅燈啊！始終
犯太歲，健康都會容易有病噶啦。所以重大嘅變動、投資合作咧，要避開呢2個月啦。相對平穩嘅月份咧，就係農曆呢個正月，即係人月啦，人午半合啊嘛。仲有9月戌月，午戌同埋半合，可以得到朋友嘅助力，適合推進嘅計劃、團體嘅合作同埋學習嘅提升。基於午火過旺啊，咁啊極度需要調候之象，我就為你設計咗以下呢個開運方法，幫你平衡火氣，轉危為安啊！咁啊有4個維度嘅，有衣食住行。衣着嘅方面先，咁啊記得着多啲藍色、黑色同埋白色。藍色同黑色就屬水，白色係屬金。呢啲咁嘅衣服咧，尤其是喺情緒不穩啊，同埋有啲重要場合嘅時候咧，多啲着，咁啊借呢個金水之氣，抑制過旺嘅火勢，保持冷靜。第二，食嗰方面啦，多食啲梨啊、百合啊、雪耳啊呢啲潤肺嘅食物。每日朝頭早起身飲杯蜜糖水，下晝5時之後，即係1點鐘之後咧，有啲少少嘅菊花茶，咁啊清肝明目，避免食啲辛辣嘅嘢。煎炸嘅嘢、油膩嘅嘢同埋酒精類嘅食物。住嗰方面啦，我建議喺屋企、家中同埋辦公室正南位，即係離位擺放黑曜石同埋金屬物品，或者放一杯水，咁啊以金水之氣平衡呢個火氣。記得保持西北位乾位，乾淨明亮，有助穩定思維。喺最後啦，行嗰方面啦。遇到內心糾結決定唔到嘅時間咧，就先係深呼吸，暫停決定。朝頭早同埋黃昏時間咧，行啲近水嘅地方，碼頭邊啊、海邊啊，散下步，有助平心靜氣、平復心情。大家平時可以鍛鍊下靜坐、深呼吸，引導啲火氣下行，回歸平和咁就得㗎啦。最後祝屬馬嘅朋友馬年萬事勝意，身體健康。辛猴嘅朋友明年係丙午年，你哋得到丙火照命，形成官印相生嘅良好格局。八字學理上面，丙火係克辛金，為官星透光，代表上司規章會對你有種約束力，但係都會帶嚟認可同埋嗰個機遇嘅。印星相生，即係象徵咗容易得到長輩嘅扶持、政策嘅支持同埋學習嘅機會啊！全年適宜係遵循以柔制剛、守正而行咁就得㗎啦。咁啊喺規範之中穩步上升。全年運勢有種穩中求進嘅情況，最好把握呢個農曆3月辰月土去生金，自身嘅能力就會增強咗。仲有11月子月申子半合水局，水為財源，咁啊，所以呢2個月咧係思維特別清晰，貴人運特別增強，適宜爭取嘅資源，提出呢個申請啊，同埋推進計劃咁啊。但係需要注意農曆1月人月人身係相沖，同埋10月亥月亥身係傷害嘅。呢段期間咧，好容易有一種口舌是非、計劃有啲變化咁嘅情況啊。重要決策都係多方求證比較好啲，避免衝動。基於火旺克金、官印相生之象咧，我為大家設計咗以下呢個開運嘅方法，幫助你周詳處事、穩中求成。都係衣食住行呢4方面。衣多着白色、金色、淺黃色、米色、土去生金嘅衣服。尤其喺面對呢個上級啊、重要場合嘅呢個時間，借咗呢個金土相生嘅氣場，增強自身嘅力量同埋呢個溝通力。食嗰方面，多食蘿蔔、百合、杏仁呢啲白色嘅食物。早餐飲下豆漿，滋潤呢個腸胃。下晝5時1點鐘之後飲少少菊花茶、烏龍茶，生津解渴。避免過量食呢個辛辣煎炸嘅物品，以防火燥傷金啊。住嗰方面啦，喺屋企啊、辦公室啊，正西位即係對位、金位擺放一陶瓷金屬嘅擺件，或者佩戴一啲圓形金屬嘅物品，以土金相生，穩定呢個氣場，保持呢個西位對位光潔明亮，有助呢個增強呢個決策力嘅。行啦，遇到呢個規章啊、壓縮力啊、束縛力啊，唔好正面衝突，咁啊多啲溝通去化解。建議可以去啲圖書館、廟宇，等自己安靜落嚟，平心靜氣，吸收下呢個靈氣，清走呢個雜氣，增強呢個思維同埋分析嘅能力。最後祝屬猴嘅朋友馬年吉祥如意，身體健康。有雞嘅朋友明年係呢個丙午年，係你哋嘅午酉相破，代表咗容易喺言語、文書同埋人際關係出現咗無心嘅摩擦。八字學理上邊，午火克酉金，構成呢個官法克辛嘅格局。
官煞克身提示咗你會同上司、客戶溝通容易有啲誤會，全年要記住慎言行穩，守成為上。全年要特別留意呢個農曆5月，5月就係相破最明顯嘅月份啦，仲有8月、9月就係自刑。喺呢2個月咧，好容易因為言語咧自己一種挑機嘅情況，仲有喺細節上疏忽引發個問題。重要會議嗰陣時咧，記住文件嘅簽署啊，一定要再三核對就最好啦。相對順暢嘅月份就係農曆嘅4月、巳月、巳酉就半合金角，仲有12月、丑月、丑酉都係半合。整體氣場咧都會有種和諧啊，適合修復關係啊，咁啊推進計劃同埋學習嘅進修嘅好月份啦。基於五有相破、火金交戰之象咧，我為大家設計咗以下呢個開運方法，幫你化解口舌是非，穩固根基。衣食住行呢4方面，多着白色、金色、米黃色、淺黃色、土會生金呢啲衣服。尤其喺呢個需要頻繁溝通啊、處理文書嘅時間，借助呢個土金相生之氣，增強穩定同埋表達清澈度。到食啦，多食呢個雪梨、百合、杏仁呢啲白色潤肺嘅食物。早餐記得飲杯蜜糖水滋潤喉嚨。晏晝午時之後，即係1點鐘之後，飲少少菊花茶，生津解渴。避免食啲辛辣嘅嘢、煎炸嘢，減少呢個火燥傷金。跟住到講住啦，我建議大家喺屋企同埋辦公室呢個正西位對位擺放啲銅製嘅文昌塔，仲有一個聚寶盤或者一個圓形嘅金屬擺件，以呢個土金之氣幫助自身嘅力量，避免喺正南位、離位擺放太多呢個紅色物品，保持呢個南位乾淨清潔，以減少火金相爭嘅情況。最後都行啦，當遇到同自己唔同意見嘅時間咧，先聽對方點講先，唔好即刻回應，唔好急。仲有平時可以整理自己書台、辦公台，清理啲舊物，實行斷捨離，肅清啲雜物同啲唔好嘅氣場，或者自己佩戴一件圓形嘅金屬物品，增強自身嘅圓融應變能力。最後祝屬雞嘅朋友馬年萬事如意，身體健康。屬狗嘅朋友，明年嘅丙火年就係你五戌半合嘅火局啊！正所謂人五戌合火局嘛，所以咧半合都有啲火嘅氣勢嘅，好似暗藏一把助力嘅火咁啊！助力喺邊啊？就係等個人出現咯，人五戌出現個火就會嚟噶啦。咁啊前期咧都有啲壓力嘅，咁啊但係之後越嚟越順噶啦，放心，正係呢個厚積薄發嘅時間啦啊！咁啊呢一年咧等下時機。八字學呢上面丙火係會生土，喂，丙係火生土，午又火生土，咁咧就構成呢個印星互生啊，咁啊就官星透光，構成呢個格局咧，印星係代表貴人扶持同埋學習嘅力量係會特別強啲嘅，官星透光啊，即係代表咗你喺呢段時間係只要腳踏實地做事，就會容易受到上司嘅賞識噶啦，升職加薪有望啊！呢一年係一個先難後易嘅年份。終於可以得成正果噶啦！咁嚟緊呢個農曆6月未月啊，火土嘅氣啊嘛，同埋呢個農曆10月亥月係財星顯露啊，喺呢個月裏邊運勢咧有種逐步上揚嘅情況啦，最適合你落實計劃噶啦，爭取可以或者處理嘅業務，咁不過就要小心農曆3月，因為辰月啊嘛，辰戌係沖嘛，一沖你個財富就會有種危機四伏噶啦。咁啊，農曆4月至月都要小心啲。咁啊，火勢初現，仲有一個農曆7月新月，就會稍為反反覆覆啊，小心啲，容易有種心浮氣躁，計劃會受阻嘅情況。重要決定，記住要多啲向他人請教，避免獨斷獨行啦。基於火土相生啊，午火馬啊嘛，生翻個戌土嘛，所以火土相生，所以有種貴氣漸顯之象啊。咁啊，我就同你設計咗呢個開運方法，幫你手穩生神，儲積待發。有4個方向嘅衣食住行。着衫嗰方面多啲着黑色、藍色。
屬水嘅衫，同埋白色屬金嘅衫。尤其是喺呢啲重要場合啊，覺得自己好大壓力嘅時候咧，多着呢啲衫可以幫你金水嘅能量，咁啊加強呢個思維同埋靈動性噶啦。食嗰方面多食啲南瓜、山藥啊、小米啊，同埋啲甘味嘅食物，令到你健脾安神，令到個人咧嗰個心情咧都會比較平穩多啲嘅。建議你每一個禮拜安排1至2日食得清淡啲，唔好食得太油膩同埋太過煎炸啦。咁啊，盡量喺晚餐咧輕食啲，減少食量，咁令到唔好咁飽肚去瞓覺，瞓覺都瞓得好啲啦。住嗰方面啦，咁啊屋企或者辦公室咧保持簡潔通風。建議你西南位嗰方面咧擺啲黑曜石或者水種植物，令到水可以泄火咁嘅情況，穩定氣場避免過多紅色嘅雜物。紅色雜物代表火，咁啊所以身旺嘅火就唔好啦，以防令到你心水不寧。行嗰方面啦，如果前期工作裏邊咧遇到啲壓力的話咧，唔好太過同同事咧爭拗。避免不必要嘅摩擦，反而係平心靜氣咁就最好啦。另外建議你多啲去學習，積極準備，等待下半年農曆6月之後，咁啊你會有種逐漸向上嘅趨勢啊，令到你嗰個氣勢咧同埋知識咧就會加強咗。平時建議你可以行下山遠足，接觸多啲大自然，令到自己吸收多啲靈氣、大地之氣，咁心情都會好啲啦。最後祝屬狗嘅朋友馬年萬事如意，身體健康。我同你講，亥豬嘅朋友明年丙午年係你嘅午亥暗合，等於同太歲有種心有靈犀，係一個貴人暗助、人物生財一個好流年。八字學理上形成財星透光嘅格局，財星透光代表咗正職有穩定收入，兼職又有合作嘅性質，投資嗰方面亦都有機會嘅。全年宜把握以和為貴，廣結善緣之道。全年運勢為有種和順中的機遇，尤其係要把握農曆呢個正月、人月，因為人亥合啊嘛，人亥就會合化木，就會生火噶啦。8月酉月就金生水，就會旺翻個桃花噶啦。喺呢2個月嘅人咧就會特別暢順噶啦。咁啊喺呢個聚會同埋合作之中咧就會發展到呢個新嘅機會啦，適合擴展人脈，促進合作同埋成交嘅。但係要注意農曆呢個4月啦，咁啊4月即係巳月啦，巳亥相沖啊，麻煩都特別多啊。仲有7月新月就辛同亥咧就相害嘅，呢段期間咧又容易有啲突變嘅變化或者人際嘅誤會嘅，重要嘅決定咧最好都係落紙為據比較好啲啦，避免口頭上嘅誤會啦，係咪啊？基於午亥暗合咁水火既濟之象，真紅師傅為你設計咗以下嘅開運方法幫你匯聚人緣穩健身材衣食住行先講衣先啦，多啲着黑色嘅同埋深藍色嘅，咁呢種顏色咧就屬水嘅，仲有綠色、青色就屬木，咁呢啲衫咧多啲着，令到你咧就係交際應酬商務洽談嘅時間咧，可以借助水木嘅相生之氣，咁增強親和力同埋溝通力噶啦。食個方面多啲食啲黑豆、木耳、海帶呢啲黑色嘅物品，就令到你自己咧個腸胃都會好啲嘅。朝頭早最好飲杯溫水，加少少鹽，咁幫助腎咧水嘅流通。聚會食飯嘅時間咧，咁記得多啲飲湯啦，咁燉湯嗰啲都係對於腸胃都會滋潤翻有益嘅，避免飲過量嘅酒同埋啲煎炸食物，咁以防水火失衡。住嗰方面啦，咁喺屋企或者辦公室北面嘅位置，北面係屬坎位啊嘛，咁擺放魚缸或者水種嘅植物，有啲流水嘅擺件都會可以令到呢啲水嘅引動引翻啲財位。咁東北位啦，近位，咁保持乾淨清潔，唔好亂，可以增強貴人力同埋呢個人際關係嘅穩定性噶啦。最後到行啦，可以主動參加多啲行業嘅交流朋友嘅聚會啦，但需要小心啲揀擇下啲朋友啦，避免去咗啲好多無謂嘅應酬。平時可以去多啲散步靜心，或者喺屋企咧打下坐，學下啲呼吸法，靜心聽下啲流水嘅聲音，咁都可以幫助你個氣場咧有所增加嘅，吸納多啲水嘅柔韌同埋包容嘅智慧。最後祝屬豬嘅朋友馬年萬事勝意，身體健康。我同你講子鼠嘅朋友明年係丙午年，你哋係子午相沖即係直接同太歲相沖流年必
定係好多變動同埋好多變化嘅，挑戰同埋機遇都一樣都會有嘅。八字學理上，子水克翻呢個午火嘅，形成水火相擊嘅局面。子午衝代表咗破耗，容易會破大財。合作嗰方面咧就小心啲啦，好容易有啲糾紛出現，同時都好容易有種心直口快嘅，無意中會得罪咗人同埋你嘅上司，喺規矩之中有發生衝突嘅。但係衝亦都有種衝動嘅性質啊嘛，咁啊亦都係危之中有機嘅年份嚟嘅。關鍵就係仲能唔能夠穩住呢個心神，以柔制剛咁嘅啫嚇。全年運勢比較波動比較大嘅，尤其喺呢個農曆5月啊，5月即係子午衝個午啦，咁啊正衝正你個鼠嘅。11月庚子月天克地衝啊，咁啊記得呢2個月咧容易發生呢個突變嘅事情嘅，人事同埋健康都會有啲問題，重大決定咧同埋投資簽署合約咧都係小心避免比較好啲啦。相對有利嘅月份咧就係農曆3月辰月子同辰係有半合嘅，仲有7月申月申子又係半合，咁啊可以得到啲朋友啊同伴嘅助力，咁啊適合去尋求同啲朋友去支持同埋團隊嘅協作，咁啊可以調整個方向噶啦。基於子午相衝、水火不調嘅之象咧，我就同你設計咗以下呢個開運嘅方法，幫你平衝解危、轉危為安啦。我會喺衣食住行呢4個方面喺度講嚇，先講衣先嚇，多啲着黑色、深藍色嘅水嘅衣服，金色同白色係金生水嚇，咁你啲衫咧都會幫到你水嘅五行，尤其是感到呢個壓力嘅時候咧，同埋有啲重要嘅決定都可以加強自身水嘅五行嘅，平衡過旺嘅火嘅氣勢。好，第二啦，到食啦。多食啲黑豆啊、木耳啊、核桃啊呢啲補下腎嘅食物。咁啊，早餐咧就可以飲杯黑豆豆漿。午時即係11點至1點呢個時間咧係火最旺嘅時間。咁啊，可以食少少苦瓜，飲啲清淡嘅茶以清心火，平心靜氣，保持心腎平和，咁啊最好啦。到煮啦，咁啊可以喺屋企同埋辦公室嘅北位，北就子位啊嘛，咁啊最好擺個魚缸啊、水晶洞啊、流水嘅擺設，咁啊加強水嘅五行，咁啊令到可以南方嘅午火，咁啊可以唔會太過激烈到黑翻你嘅子水啦。保持東北位近位乾淨清潔，唔好雜亂，穩定屋企嘅氣場。最後啦，到行啦，遇到衝突嘅時候咧，記得要冷靜嚇，咁啊默默數3秒，自己平心靜氣先，咁先至可以令到個衝突咧減免。多啲向屬猴嘅朋友、屬龍嘅朋友請教。咁啊，靜身聽下佢哋嘅意見，可以去多啲近水嘅地方，海邊啊、碼頭啊，咁散下步、靜下心。咁或者可以喺屋企靜坐打坐，聽下啲流水聲，吸納下水嘅柔韌嘅智慧，咁啊最好啦。最後祝屬鼠嘅朋友馬年萬事如意，家宅平安。我同你講，丑牛嘅朋友，明年丙午年係你哋嘅丑午相害。即係與太歲咧有種相害嘅性質，流年會容易同人事不和啊，付出多而回報少咁嘅情況。八字學理上面，午火生丑土，本身係一種溫暖嘅象徵，但係有種傷害嘅形成，感情上會容易會有種暗湧而生變嘅，容易遇上同上司有種苛刻嘅要求。同埋會承諾唔脫現啦嚇，咁啊所以變得你好多阻滯。貴人方面咧有種助力不足，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化險為夷，化解困局咁嘅情況。不過害咧唔係衝咁嘅情況，衝係比較嚴重啲嘅。只要平心氣和嚇，腳踏實地咁應付，就會迎刃而解，平穩過渡噶啦嚇。全年嘅運勢宜守不宜攻，尤其是小心啲農曆5月，即係午啦，午又係傷害嘅月份。6月未月未丑相衝嚇，咁更加會有種雪上加霜咁嘅情況。咁啊呢2個月咧，容易有啲口舌是非啊，計劃會受阻啊，健康有啲小問題咁嘅情況。重要嘅合作咧、投資簽約嗰方面咧，就務必咧要謹慎同埋小心啦。
相對最有利嘅月份咧就係農曆8月啦。咁啊，酉月同埋丑月有種半合嘅性質，可以化解害，令到你自己有種助力嘅情況。12月丑月根基穩固咁啊，可以得到同輩、同事、朋友嘅支持，適合處理積壓嘅工作，同埋係鞏固咗成果嘅基於丑午相害嘅性質，同埋火土失和之象，振鴻師傅同你設計咗呢個開運嘅方法，幫你固本培元、化解是非4個方向嘅衣食住行。先講衣先，衣個方面啦，咁啊多啲着黃色、中式加強個土氣嘅衣服，尤其是喺呢個人際複雜同埋自己感到壓力嘅時間咧，就借助土嘅力量，增強定力同埋溝通力。跟住到食嗰方面啦，多啲食啲小米、黃瓜、山藥呢啲甘味嘅食物。建議早餐咧飲啲小米粥養下個脾胃。午後咧可以飲啲陳皮水化解濕滯，避免食啲生冷油膩嘅食物，避免傷及個脾胃。住嗰方面啦，屋企同埋辦公室嘅東北位，咁啊可以擺翻啲陶瓷紫砂嘅擺件，或者一啲石雕，咁啊呢啲係五行屬土，咁啊可以加強你嘅土氣，穩定個根基。仲有避免喺正南位，即係午火呢個位放咗過多嘅紅色同埋呢一啲尖鋭嘅物品，減少啲火會生土，會令到有種傷害嘅氣場。到最後啦，行嗰方面遇到啲口舌是非唔好急，唔好爭辯，做好自己就得㗎啦平時都可以赤腳去行下草地啲土地行下，接下啲地氣，吸收下大地嘅能量。最後祝屬牛嘅朋友馬年萬事如意，家宅平安。振鴻師傅同你講寅虎嘅朋友明年丙午年係你哋寅午戌三合火局大好嘅形勢等於自己帶住一個強大嘅團隊撐住你做事自然會有種得心應手。八字學理上邊，寅木會生午火，構成呢個木火通明嘅格局意味住你嘅才華、興趣同埋創意咧都可以直接變成會財富嘅同時身邊亦會有好多朋友同事會幫你手同埋撐你嘅，係一個能夠會發揮所長同埋名利雙收嘅好年份。尤其要把握呢個農曆正月，即係寅月，係呢個根基穩固。仲有5月三合火局力量最強嘅，同埋呢個9月戌月三合局，形成呢個三合美滿嘅格局。喺呢幾個月裏面咧，運勢係特別最旺嘅，最適合去開展項目、尋求合作同埋爭取升職嘅大好機會啦。不過都要小心，農曆7月新月就係嗰個火旺木焚，人生相沖嘅月份，容易會有啲突變嘅事情，會令到人事爭執，重要決定都係要避一避比較好啲啦。同時要記住，全年咧火旺木焚，切記唔好過分高調，以免招到人妒忌基於寅戌三合火局木火通明之象，振鴻師傅為你設計咗呢個開運嘅方法助你引火為名，聚勢成事。我有4個方向教大家㗎，先講下衣個方面先。多啲着綠色屬木、紅色、橙色屬火嘅衣物尤其是喺啲重要場合或者係創作嗰陣時間咧，有種木火相生嘅之氣嘅，咁啊增強呢個靈感同埋行動力嘅。咁啊，第二到食啦，多啲食啲芹菜、菠菜呢啲咁嘅食物飲下啲菊花茶、薄荷茶，清熱去平肝。避免食啲過量嘅辛辣同埋煎炸嘅食物以防嘅火氣過盛，就令到有種心浮氣躁。咁到住啦，咁建議喺屋企嘅書房同埋辦公室嘅台嘅左邊，就係左邊係青龍位擺放一啲水種嘅植物，最好就係富貴竹㗎啦，形成咗水木相生、水火既濟之局既能可以助旺思維嘅流通又可以平衡翻過燥嘅火氣。最後行啦，主動尋求同啲馬嘅屬狗嘅朋友去合作，令到呢個三合局嘅貴人哋咧幫你可以有種事半功倍嘅情況啦。仲有可以用下啲木質嘅香薰，靜心去打下坐，收斂下你嘅鋒芒修心養生，咁啊最好啦。最後祝屬虎嘅朋友馬年事事順利，身體健康。振鴻師傅同你講屬兔嘅朋友咧，明年係丙午年。你哋係呢個卯午相破代表咗事情好容易有啲細微位咧出現啲阻滯，好似煮飯咧一個火候過多就會燶，行路睇漏一級
就會跌親嚇。八字學理上，卯木係生午火，本身係可以順生，但係破局咗形成，提示咗你錢財本身係好容易疏忽咁樣錯漏，而且創意嗰方面咧又會受阻，表達咧容易產生誤會。建議全年宜持有呢個以緊預破嘅心態，細緻行事咁啊比較好啲啦。全年要特別留神嘅農曆2月啦，係有種自刑嘅性質。仲有5月5月就再係雙破重疊咁嘅情況啦。喺呢2個月，因為好容易有啲細節疏忽，引發啲問題嘅，就記得喺簽約遞交文件出行之前，最緊要反反覆覆核對，咁啊比較好啦。仲有特別提醒你，尤其是小心農曆11月子月因為有子午卯三刑又會發生啲重大危機，會有一啲人事糾紛同埋投訴事件謹記要小心行事。仲有相對有啲比較好嘅月份嘅，農曆6月未月未同卯咧係半合嘅，10月亥月亥卯都係半合木局嘅。整體運勢嗰方面咧就已經回穩㗎啦，適合落實啲計劃，修復個關係，同埋可以靜心去學習嘅。基於卯午相破木火失諧之象，振鴻師傅同你設計咗以下呢個開運方法，幫你保留真運，穩步向前。咁有4個方向嘅，衣食住行。先講呢個方面先啦，多啲着綠色、淺綠色屬木，同埋紅色、淺紅色、紫色屬火嘅衣服。尤其是喺處理文件及溝通合作嘅時間咧，借助木火流通嘅氣場增強細緻力同埋表達力。到食啦，咁食嗰方面我哋建議食多啲蔬菜啦、芥蘭啦呢啲食物，飲下啲菊花茶、枸杞茶，清肝明目。午時之後可以食下少少嘅紅棗桂圓呢啲溫補嘅食物，記得避免食過量嘅辛辣同埋燒烤，減少火炎傷目。跟住住啦，喺屋企或者辦公室正東位呢個卯木嘅本位擺放一啲綠色嘅植物，富貴竹，或者佩戴一啲綠水晶嘅飾物，以木氣助翻自己嘅本身嘅五行木。避免喺正南方個午位堆放太多嘅植物，保持清潔明亮，減少呢個破氣，咁最好噶啦。好，到最後行啦，處理重要事務之前記得列翻張清單，逐步對清楚，咁最好啦。平時都可以鍛鍊下啲冥想呼吸法或者喺戶外散下步，涵養下心氣，令到自己平衡內心嘅火氣，避免急躁誤事，咁最好噶啦。最後祝屬兔嘅朋友馬年萬事如意，身體健康。我同你講，神龍嘅朋友明年2026年丙午年係你個命裏邊丙火照命咁嘅情況，好似一個明燈引路有一個智慧嘅開啟，靜修得福嘅好流年。八字學理上，丙火係會生神土嘅，丙火透光主學習思考能力增加，容易獲得呢個知識證書同埋長輩嘅指點嘅，咁亦都係代表咗你喺學習嗰方面嘅才華轉為嗰個實際價值呢個得益嘅情況。尤其是會做教育做策略做文化事業等，佢有好好嘅發展機會。全年嘅運勢有種穩步上揚嘅跡象，尤其是會喺農曆嘅3月，即係辰月，有種根基穩紮嘅情況啦。好，農曆嘅7月就新月，新月就係同呢個神半合，申子辰半合，水為財，喺呢2個月嘅思維上會特別清澈，效率就會超高。到嗰時好適合去做考試、簽約開新發展嘅項目嗰陣時會特別會有得心應手嘅情況。但要需要注意一下，農曆嘅4月啦，就係巳月，因為火勢太猛啦。另外仲有一個8月酉月，酉神合化金，又會泄翻個土氣，呢段時間就會有種精力會有種分散，即係太攰咁情況啦。計劃會有種反反覆覆唔定嘅情況，仲要決策，咁要多啲求證，多啲諮詢比較好啲啦。基於火旺生土，我幫你設計咗以下呢個開運方法，可以幫你涵養中和之氣，化繁為簡。好啦，衣着嗰方面咧，就係多着啲黃色同埋棕色土嘅五行，亦都會着下一啲需要淺紅色、橙色火嘅衣着，尤其是需要可以注意思考諗嘢甚至乎你要公開演講present嗰陣時咧，可以借助呢個火旺相生、火生土之氣，增強自信心同埋邏輯力。
食嗰方面啦，多啲食啲小米啊、黃瓜啊、山藥呢啲係嘛甘淡嘅食物啊。早餐就食一啲淡粥啦，咁啊養下個脾胃。下晝就可以飲下少少紅茶啊，生陽係益氣，係咪避免食啲生冷啊、煎炸嘢唔好食咁多啦，保持中氣充足。住嗰方面嘅環境我建議你屋企同埋辦公室係中間嘅位置係中宮。因為中宮五行屬土，擺放一啲圓形嘅黃水晶陶瓷嘅擺件都得以土去鎮中宮穩定全家嘅氣場係嘛，亦都可以喺東南位神位乾乾淨淨，唔好擺到太多植物，可以加強個思考同埋邏輯能力。最後啦，到行啦，如果你係面對好多工作任務嘅時候咧，我建議你先集中去最處理最關鍵嗰項先。其他一項一項慢慢拆解。平時嘅時間咧，我建議你練下啲呼吸法，靜坐下一下，咁啊令到咧心神穩定，唔好太過混亂，提升嗰個集中力，令到自己嘅大腦更加清澈。最後祝屬龍嘅朋友喺馬年合家平安，身體健康。震雄師傅同你講，屬蛇嘅朋友，明年係丙午年，你哋有三會嘅情況，巳午未三會火局同太歲合咗係有緣嘅，等同係一個幕後大佬一樣表面上就係唔算出風頭，但係實際上咧就好自然咁會嚟到噶啦。喺學理上，三會太歲代表暗中會有賺錢機會，而且喺項目分紅同埋其他人都送啲禮物俾你咁嘅情況嘅，而且可以話俾你知，好容易會得到上司暗地嘅讚賞你咁嘅情況嘅。仲有背後咧，仲會有啲貴人咧暗中咁幫你，尤其是等到夏天呢個時間，就會有好機會出現噶啦。全年嘅運勢有種暗流湧動嘅情況，尤其是要把握農曆呢個4月、至月嘅能量咧係最強噶啦仲有呢個8月、9月，自有半合金局，財星特別會顯露嘅。咁喺呢2個月裏邊咧，係好容易有種暗中嘅機會，好似有種被以委以重任咁嘅情況，項目分紅，甚至乎有啲意外獎賞添啊！但要係好小心嘅農曆5月，因為火勢太旺仲有10月、亥月，水火相沖所以呢個月份咧裏邊咧，大家要小心啲11月舊曆子月。子午沖太歲呢段期間咧，好容易有種口舌是非，同埋你啲計劃受阻咁嘅情況啦。仲要決策嗰方面咧，建議你比較低調行事比較好啦，避免過早曝光而受到阻礙嘅。基於巳午會局火旺藏金之象，我為你設計咗以下嘅開運方法，係幫你暗中佈局穩步成事。好，第一樣嘢，首先係講衣先着衫嗰方面，多啲着白色金色嘅衫，即係代表五行屬金，同埋仲有深藍色同埋黑色五行屬水嘅衣服尤其是喺需要暗中策劃有啲重要談判黑談生意嘅時候，可以借助金水嘅氣平衡翻個火勢，增加個冷靜同埋判斷力嘅。第二樣嘢我就要教你就係食嗰方面啦，多啲食啲百合、銀耳、雪梨呢啲潤肺嘅食物。早餐嗰方面咧，建議2杯豆漿晏晝之後咧可以飲緊少少嘅綠茶清熱提神避免食啲辛辣同埋燒烤，唔好飲咁多烈酒，減少啲內火嘅積聚。第三樣嘢就要教你就係住嗰方面啦，喺屋企同埋辦公室嘅南邊即係離位啦可以擺啲白水晶同埋金屬嘅物品，或者係放一個魚缸流水嘅擺設亦都得以金水之氣調和過旺嘅火勢。仲有可以保持下呢個西北方呢個乾位就係要乾乾淨淨簡潔唔好太過雜亂，保持有助提升貴人嘅運氣。到最後啦，行嗰方面遇到機會咧，你唔好急於公開嗰件事先默默去準備先平時咧可以喺傍晚時間面對西方，靜坐呼吸吸納下啲金氣，平衡內心嘅火燥，提升一個決策力同埋洞察力。最後祝屬蛇嘅朋友2026年馬年身壯力健，生意興隆，
各位朋友，睇完以上生肖開運，係咪覺得好有啟發性呢？不過我都要提下大家，生肖始終都係八字裏邊其中一個字，唔通同一年出世嘅人命運會一模一樣咩？梗係唔會啦！你嘅出生嗰月份、日子同埋時辰，咁先至係精準決定你個運勢起伏嘅關鍵。想唔使估估下，精準咁預知自己嚟緊邊個月會行運，邊個時間要守一守？我嘅八字課程命理通解真傳，就要將呢種確定性交到你手上，等你唔使再迷茫，自己就可以揸方向盤，精準趨吉避凶。想要了解課程嘅詳情啊，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嘅課程助理啦。WhatsApp 係59467440。祝大家新嘅一年行運如魚得水，事業步步高升。